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时间过得真紧啊，一礼拜佫过去了。今仔日佫来到一个新的主日，咱伫遮三合来敬拜主，来赞美主。咱现在伫这个疫情当中，但是感谢主的，看见这群兄弟姊妹，因伫这病痛当中啊，渐渐的恢复啊，对病痛严重，一直到现在伫恢复当中，而且恢复得非常好，咱感谢主。那过去也有真侪家庭吼，几若家庭也是会拄着即款的染着病毒啊，有诶一家全家拢拄着即款的情形，但是也渐渐好起来，有诶完全已经脱离了。咱感谢主诶看顾甲保守。抑佫一项，咱伫祈祷当中来带到，就是有诶人诶生理有较退步吼。咱知影这个有诶血色无法通交入来有诶生理减少较退，所以有诶人会担心所以咱为着这个代志来祈祷。所以咱来感谢主，过去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咱教会渐渐就开始面对面的三合聚会了英文的聚会，咱现在来到教会感谢主，顶礼拜已经咧纪念70周年的纪念就百几个人来参加，已经感谢主但是怀年纪较大的，咱用普通话甲闽南话的聚会，咱现在伫网顶的聚会感谢主，有一家伫海外的兄弟姊妹拢有机会通来收看咱的这个崇拜的信息咱感谢主，求上帝甲因同在。虽然咱无送的所在，但是咱伫祈祷当中继续为因来祈祷咱也盼望这疫情来过去，咱所有的兄弟姊妹皆有法人来到教会来聚会，咱为着这项代志继续交托主咱三合阿头。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伫疫情当中，你仍然甲阮同在。伫这个洪水泛滥的时阵，耶和华上帝仍然坐伫伊的宝座顶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感谢你，有主甲阮同在，是即款的福气。有主诚做阮的避难所是阮的力量，是阮的一切。阮感谢主，伫患难当中赐予阮力量，伫患难当中有主的同在，阮实在是感谢主并且供应阮一切的需要。这完全是主的恩典，我来献上感恩。主将今仔日的崇拜一切的次数，拢交托伫主的手中，求主你甲阮同在，求圣灵来运行伫阮的当中，伫讲的人伫参加这聚会的人，无论伫什么国家、伫什么所在，拢甲阮同在。感谢你，阮将这一切荣耀拢归乎你。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圣名求，阿门。感谢主的恩典，再来到一个新的主日，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主、赞美主。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早上有2位姐妹从台湾来的，她们今天要跟我们一起来敬拜主、来赞美主。她们就是 Manny 姐妹跟 Julie 姐妹。圣经应许我们，天上的飞鸟、地上的野花，它都要看顾，更何况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宝贝的。用这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野地的花。野
人真是有福。一切需要，天父已经都知道。若心中烦恼，让他为你除掉。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他是全能的主，信靠他的人真是有福。各位的兄弟姊妹，本教会主日崇拜，对一礼拜开始刷落去的几礼拜的主日啊，咱有设定一个 series， 是一个讲道的系列啊，毋是系列啊，就是 series， 咱一集一集的安尼落去啊。这个主题呢，就是讲圣经无有安尼啊讲啊。咱知影有的世间人吼啊，世间人有的讲一家种的，较咱是属灵的话，但是其实吼，毋是圣经无安尼讲啊。好，那这个是互咱一个真遗憾的一项代志，就是咱关于上帝的道理，还是关于基督教会的一件道理吼，一件错误的新社会顶一件错误的信仰吼，渐渐的就进入到这个现代教会的文化当中来咯。啊，最流行的这个短语啊，英文叫做 phrases 哈。在 phrases 个第一句内面吼，甲因的这个思维啊，因的思维方式吼，甲咱圣经的真理啊，实际上吼，并无安尼讲啊，有啥冲突的所在啊，所以咱特别要小心。譬如说，英文有一句话安尼讲哦，说 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这句话吼，那翻译出来，上帝帮助怀自助的人，啊，上帝帮助怀家己帮助家己的人。这句话其实了伫圣经当中，并无安尼讲啊，啊，无这句话。反倒当的圣经伫耶稣的这个登山宝训当中啊，耶稣捌讲过，伊讲恁着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跩物件拢要加互恁咯。这是主耶稣讲的。但是社会顶面的一件第一句吼，无记载伫圣经的，就是咱们所讲的，上帝要帮助怀帮助家己的人。到底这句话出伫圣经的倒落一章、倒落一节、倒落一本册呢？无记载啊。但是有的人哦，将这句话哦，就假做什么呢？亲像是上帝的话，亲像是属灵的话。其实圣经无安尼讲啊。今仔日咱的题目吼，就是讲到说生命当中的优先啊 ，the priority in life 啊，因为咱活伫这个世界当中啊，有啥物最得重要的，有啥物次要的啊？圣经甲咱讲，咱得救，灵魂得救是真重要的。因为人若无得救吼，你若丧失了灵魂个吼，你灵魂要到倒落去呢？所以最得重要，咱人生最得重要的，头先追求什么属灵的代志，关于上帝的代志，关于迄个灵魂得救的代志，咱就优先来想到这项代志，毋通等到无办法咯，已经断去了，咱才要接受主。已经袂好，所以人生的 priority 什么有真侪应该伫头前先想到的，就先去做到的。所以今仔日吼，咱要借着这个耶稣的这个登山宝训吼，来学习一个属灵的真理。
那么咱怎么讲到丁山宝粉？这个丁山宝粉是咧讲什么呢？马太福音第5章到第7节啊，记载主耶稣安尼讲的说耶稣看见真侪人，就上了山，爬去山顶既然坐落来，门徒就到伊头前来，伊就开喙教训因。所以圣经第6章第5章到第7节，第5章头一节讲说，因就爬去山顶就教训门徒。所以解经家就将这个上了山，爬去山顶，才讲到将一段话语称呼做丁山宝粉所以这段圣经当中，丁山宝粉是为着怀已经得救的人还是怀这无道的人来追求这个属灵的代志就是伫这个神的大家庭当中的一个生活的原则耶稣将天国内面的一个法则来讲头在门徒来听为着是要叫因在每一个基督徒拢做天国的行礼所以主耶稣就宣誓就是宣誓，就是向宣布，这个天国内面的新的生活的原则，应该是要怎样头一项主耶稣伫在有4点，咱应该大概会讲到这4点，就是这丁山部分内面是要肯定旧约的律法是基督的国度，是正式的这个法典就是一个法律的意思所以圣经5章19节马太5章19节，所以无论什么人来毁掉这个诫命当中最得水的一条如果教训因安尼做伊伫天国内面要称呼是最得水但无论啥人来遵行这诫命当中如果教训因遵行，伊伫天国内面要称为大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尊重上帝伫旧约当中这律法第二来宣告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是要成全律法毋是要毁掉律法。第3点是咧讲要确立这个公义和完善的这个标准。咱伫世间说什么才是公义，什么才是好，什么才是歹咱的标准是倒落圣经主要所讲说，恁着完全，亲像恁的天父完全一样。咱伫世间人无一个人是完全的，无一个人是 perfect 的所以主要是讲，咱的完全，亲像天父完全一样。所以人伫这个标准下面咱人人都是罪人咱无法能靠着咱家己的行为来做一个完全的人可能伊是行100项好的代志，伊行到95项这个人行100项好代，迄个行100比迄个行95项最好代的人是毋是较完全呢？是毋是好人呢？伫上帝看，咱拢是罪人，拢是无完全的。独上帝是完全的，主耶稣才是完全的。所以耶稣伫这个第3点来甲咱讲要确定公义甲完善的这个标准。第四点人虽然无法能凭着行律法通得救但是今仔日咱得救也毋是因着伫律法内面，咱今仔日得救完全是靠着主耶稣伫十字架顶为咱牺牲生命代替咱做罪人来受刑罚，受上帝公义的刑罚。咱辛苦伊主耶稣迄个完全的公义就加给咱咱就成做一个称义的人，成做一个伫耶稣内面成做一个义人所以那么圣经既然写落来
目的是啥物呢？圣经讲啊，说神的话拢是神所默示的，对于教训、督责、互人归正、教世人学好啊，拢是有益处的。所以圣经内面所讲的的话语拢是有益处的。哎，说落去第二点，咱要讲到的，耶稣咧讲到这个，咱毋通为着地顶的在财物在遮廉请来要求之前第6章第24节有讲到安尼。伊讲一个人毋通侍奉两个主，若毋是恶迄个爱一个，就是动这个轻迄个。伊讲恁无法通侍奉神，又搁侍奉马门。马门的意思是啥物呢？就是钱财、财力的意思啊。主耶稣甲咱讲，咱毋通一方面说我听上帝搁听这个财物有诶就听财物就比听上帝较厉害、较多咯咱袂用说，咱要一方面侍奉上帝，搁侍奉马门咱袂用有两个主咧咱生命当中只有一个主，就是咱的上帝，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一个人贪爱世界顶的这钱财就无法通专心来侍奉主咯。因为伊专心伫咧追求喺物质上的享受，物质上的物件内面对天国的代志天国的子民既然伊讲爱钱，还佫爱这个马门，爱这个上帝，又佫爱马门无法通双脚踏双船今仔日世上有一间信徒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试探，就是啥物呢？就是总是要想要侍奉两个主人既然伊要侍奉上帝，也要侍奉马门，意思就是看当初看当这个物质的物件，将专心也专意来侍奉两个主人。上帝无法通叫世间的任何一项代志物件来比较的上帝应该得居首位伊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应该得居首位。但世上的任何一项物件拢是其次无法通。你若是将这个甲倒掉呢，将财物、将其他的代志赢过上帝，将这个地位摆伫头前，将上帝、将主耶稣摆伫第2位，安尼就毋对咯。因为咱的主就是上帝，创造咱的是咱的上帝，赐予咱生命也是上帝，供给咱需要也是上帝，赐予咱永生的也是上帝。主耶稣是咱的救赎主，所以人袂用咧甲双脚踏双船的所以今仔日有的信徒讲伊讲今生伫活伫世界的时阵，这个今生伫地顶要做一个财主伫来世呢，伫天顶要做一个猎杀佬。哎呀，这个叫做双脚踏双船这个财主伫活伫世间的时阵逐项享受皆有但是死了后就受苦咯，伫地狱内面咯受苦咯。那么迄个猎杀佬伫地顶也活的时阵，是做乞食，生活真艰苦。但是离开世间，伊的灵魂就到上帝下去了。所以有的人是说，我伫地顶亲像财主，伫天顶要做一个猎杀佬，毋通要做耶稣甲咱讲，毋通侍奉两个主咱就听上帝，将上帝摆伫第1位。所以有的人伤过注重这个物质的物件呢，是忽略了上帝咯就跟底这个马门来行咯马门的意思咱怎么讲，就是钱财财力的意思咱知影这个财力物质上也是
咱需要的，并毋是无好，但是要将这个摕伫第一的时节啊，将上帝放伫次要的，这是魔鬼的诡计啊！魔鬼常常用这个世界顶会在享受咯，物质的物件咯，这肉体的丰盛咯，各款的来吸引人，开始感觉真舒爽就是有人入去交经咧，头先互你赢交，但是到最后呢，输啊空空，输啊空空，怎样啊？魔鬼常用即款的办法将咱交上帝的关系拖过去，将世界摆伫第一，将世界的享受在物质上的摆伫第一，将上帝摆伫最后，安尼就毋对咯。但结果若是安尼时阵呢，魔鬼就得胜咯，那么咱的生命受亏损咯，上帝福气就无临到咱咯，所以叫咱着小心这代志。那么说落去，主要说佫讲到说，咱生命毋通为着这个物质上的物件来忧虑了。第6章25节登山宝训内面讲，耶稣讲，说所以我甲恁讲，毋通为着生命来忧虑，要食什么咯，啉什么咯，要穿什么咯，说这拢是世间人的种个外邦人的追求啊。伊讲生命无会赢过啉食嘛，身体无赢过衫裤嘛。有人读到一段圣经有人反问，讲天国的子民、信主的人，若无追求这个财力、这个马门呢，那么因伫地顶的生活要怎样呢？是毋是挨饿无通食，做去食咯？腹肚枵咯，无通食咯？是毋是安尼？毋是安尼啦，咱误会了上帝的话语，误会了上帝的应允甲伊的假释啊！上帝的应允检是甲咱讲，诗篇第37篇25节诗人讲，伊说我从前是年幼，现在我年老了。年幼叫年老，意思就是伊一世人伊说却未看到义人互上帝帮杀，也未毋捌看到这义人的后代咧讨饭做去食，无这个真正上帝会行哩是一个义人上帝袂帮杀伊，也毋捌看到因做去食。所以呢，诗篇23篇头一节安尼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袂低到欠缺。这真重要。头一句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将耶和华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伊满有慈爱，有信实，有权柄，有能力。咱若诚做伊会行哩咧。咱生活上，咱就袂低到欠缺。你看这个好牧者，伊讲耶和华是我的好牧者。什么是好牧者？叫歹的牧者。好的牧者，耶稣讲是为羊来舍命，舍命就是牺牲伊的生命，为着咱的罪，钉死伫十字架顶，为着要拯救咱的灵魂。好牧者，伊怎样为着羊来舍命？牺牲伊的生命，这个好牧者会带羊到伫安息的水边，到伫有青草的地顶，互伊有通休息，有通食，有水通啉。所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袂低到缺欠。所以真侪信主的人真熬担心，真熬忧虑，生活顶面耶稣伫圣经这祈祷文当中，伊也是甲咱讲，咱日常的日用的啉食，今仔日属托，咱伫祈祷文当中，耶稣叫咱为着咱日常用的在啉食
今日赐予我，所以这是祈祷啊。但是主耶稣吼，毋是要叫咱为着跩啉食来忧愁啊。咱祈祷啊，是有一个信心的表示；忧愁呢，是一个无信的表示。所以，咱若是为着生活，耶稣叫咱伫祈祷文当中为着啉食来祈祷，这是也是一个信心的表示。啊，将咱的生活一切所需用交托给主，主会供应。但是，咱若为着生活来忧愁啊、挂虑呢，是对上帝无信心啦。所以，做天国的子民啊，那为着啉食啊，用甲跩穿衫裤跩基本的需要来烦恼、来忧愁呢，这也是一个罪。因为咱啊为着跩来忧愁啊，是对上帝无信任。因为忧愁是表示咱无信任上帝，无信任上帝会照顾到伊的供给啊。哈，圣经内面讲，所以啊，我甲恁讲哈，所以这两字啊是叫顶卡，怎啊24节有3连接，叫迄个在理3连接。因为一个人既然若是为着伊食啉来忧愁、来忧虑的时阵吼，伊会引带咱怎样啊？去贪爱这个物质，专心的去照顾这个物质的物件，将上帝放伫一边咯。因为你忧愁是表示对上帝的无信心。咱若是无信心，则专心的去追求迄个跩财力，追求马门，追求在食啉这代志呢，那么会将上帝放伫一边，会将跩马门吼摆伫第一。所以咱就想到说，上帝既然创造咱的生命，伊也的确会照顾咱的生命当中的需要，伊会疏托咱的食、啉、穿，跩物件其他各方面的需要。所以使徒行传吼，伊内面安尼讲啊，17章8节，伊讲咱在信主人，咱的生活、动作。咱的存留，咱的生命的存留，都在乎伊，都在乎上帝。咱伫地顶一切需要生活，咱的活动啊，做生理各种的活动啊，咱的存留，存留意思就是咱生命的存留，都在乎上帝。啊，既然上帝听咱，也在乎咱，啊，在乎。咱属伊的家里的需要，那么这个忧虑啊是无需要的。这个忧虑啊是指什么呢？忧虑哦是担心，担心啊到精神上的无好势。这个人若担心挂虑哦，真个厉害，逐日安尼担心啊，唔但啊失去咱的信心，佮失去咱的健康啊。你想看，这个人定定安尼为着食啉哦，但係忧愁，真苦。安尼，伊身躯就歹去咯，会变咯。哦，咱来忧愁就代表无信心咯。哦，耶稣毋是甲咱讲，咱对生活的跩物件来关心，叫负责任吼，是无啥意思的。咱忧愁哦。忧愁是毋对的，但是关心哦，叫负责任哦，伊的意思就是说，咱另在着为着生活来好好的做工。所以26节哦，6章26节安尼讲，恁看天顶的白鸟，暗年种，暗年收，暗年积蓄伫仓库内面，恁的天父尚且饲活因，恁袂比这白鸟搁较贵重嘛？所以耶稣反问一句：咱有人太过追求、注重这个物质的食啉的代志吼，比看重上帝的事工，看重上帝啊，会将伊当作首位、居首位啊，安尼就毋对咯。
好，咱看上帝，伊毋是说咱毋连做工吼就有通食啊。做一个贫惰人吼，咱就喙定定铁咧吼，98度枵天顶就夹了，夹跩过落跩食面，互咱。上帝毋是安尼讲诶，主耶稣诶意思毋是安尼啊。你看，伊说鸟吼，咱一只鸟吼，伊要腹肚诶饱，伊也是着天顶吼，伫飞来飞去，高底去找食诶物件。吼，伊咧找食诶物件，也是较咱现在人伫咧做工三档，伊若无去找上帝哦，备办出来食诶物件，吼，比咧，还鸟也是定定搣咧手咧顶骹吼，无要长动，无要爬吼，伊嘛是会枵死，吼，所以迄鸟只上帝备办出来食物，伊会出来找食，这就是伊诶工作。上帝备办出来食诶物件，互咱也是人烦恼，咱也是着用做工。所以帖撒罗尼迦甲咱讲啊，伊说若有人啊毋肯做工，就毋通食，因为贫惰人吼，上帝无爱贫惰人啊，伊咱着骨力努力做工，才有通食。上帝备办了做物件互咱，咱也是着做工才有法通食。所以关键是说上帝为着做鸟吼来备办食物，但是因也是着去找食上帝上请关心做白鸟难道上帝袂关心上帝会行离吗？上帝看重咱，比看重怀鸟只搁较贵重，所以上帝袂将咱放杀，毋管咱。上帝袂安尼，上帝也是会为咱备办工作。当咱需要工作的时阵，上帝为咱备办工作；咱需要一个事业来做工的时阵，上帝也备办一机会，互咱有智慧、聪明，互咱有机会通来发展咱的事业，来做工，正着咱来祝福上帝的事工，祝福需要的人。第6章27节，伊说：恁倒落一个人，有法通用你的思想用你的思虑用你的挂虑来互你的血手加一克呢？还是加互你较大汉淡薄？你难道有法通为着在食物来要求来互你的血脂较延长一克钟，还是延长互你溜一寸呢？袂。所以人会忧虑既然无法通改变上帝的安排，也无法通改变咱家己的命运。有安尼讲，有办法的代志咱当然烦恼若无办法的代志，咱忧愁也是无路用。所以忧愁既然对代志无帮助，人却常常会忧愁，这是无信任上帝。心内定定对上帝会攻击，还是会听袂放心。所以天国的子民应该着一无挂虑。腓立比书4章6节安尼讲，保罗讲说：凡事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甲感谢，将恁所要的共上帝讲。神是使人出人意外的平安，的确要伫基督内面保守恁的心怀意念。咱有问题，咱有困难，咱有重担，咱有在挂虑，咱就将这代志借着祈祷甲感恩，跟上帝讲，上帝就会赐予咱平安，也要供应咱的需要。第6章28节，伊说：何必为着衫裤来忧愁呢？恁想野地内面的百合花是怎样大长起来？伊也是无劳苦，也无织布，蓬线，
但是我甲你讲，就是所罗门极荣华富贵的时节吼，伊所请的、所挂的，拢袂比这个花一蕊花遮水的。咱知影所罗门吼的时代，是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吼最得强、最得富的一个时代。伊请的物件吼，是人工的一极品啊，是 the best、the first class。啊！咱现在有人去店口咧贵向个名牌吼，真贵的物件，有一卡目可能几落万哈，算几十万，有人敢买，因为做手啊真水啊。但是主耶稣讲，伊说上帝尚且为这花哈。这百合花装饰遮水，啊，就是所罗门的时代也无法通比上帝所创造的更较水，袂比这花更较水啊！感谢主。所以啊，耶稣佫讲啊，恁这个小信的人啊，野地内的草哦，今仔还佫伫咧，明仔日就等伫火炉内面烧咯。你看神也个为因装饰啊，遮水哈，何况恁呢？即个讲何况恁呢？上帝为着迄花草比办啊遮水，你一日的生命缘故啊，因就无咯。但是上帝上正甲你装饰啊遐水，何况咱人减是上帝最得听的啦。上帝听咱，甚至牺牲伊的独生囝，为着咱啊。来牺牲伊的独生囝，为着要拯救咱，何况咱的生命袂比怀沼泽、怀花草更较贵重嘛？所以咱昨仔头先所唱的迄块歌，即两位姊妹所唱的迄块，野地内面的花，空中的芭蕉，上帝能上且照顾啊，咱一切需要。上帝拢知影，伊为咱安排，咱也阁要求什么呢？所以吼，兄弟姊妹，圣经讲，所以恁毋通要求讲要食什么、啉什么、要穿什么，是这代志拢是外邦人无信主的人所追求的，是恁所需用的这一切物件，恁的天父是知影的。咱做一个天国的子民，就是属上帝的囝儿啊！咱着真本分的生活顶面，应该做工就做工，应该趁钱就趁钱，来饲活你家己，叫你的一家人。这是一个生活的责任啊，生活责任。但是毋通为了遮个吼来要求，来挂你，那挂你就是对上帝无信心。外邦人呢？外邦人因无认捌神啊，无得救啊，因无将来荣耀的盼望，咱有荣耀的盼望啊。所以因伫世上啊，伫追求物质啊，因为食啉，无偌久就无咯，死咯。因无将来永远的盼望，那么咱呢无送，咱信了主，这位上帝就关心咱一切需要，连咱将来灵魂的需要啊，将来咱的灵魂得救的，伊拢关心。何况咱现今世界存活的时阵，咱所使用的，上帝知影咱的需要，伊贴甲你个供给咱。所以咱做上帝囝儿，既然咱也知影上帝，伊会照顾咱。伊是一位看顾咱的天父，咱就毋通亲像外邦人一样，哈，无对将来无盼望啊！所以咱毋通像外邦人一样忧虑，为着在食啉来忧虑，因为咱所使用的上帝是知影的，上帝知影咱的需要，咱的欠缺。上帝
每一早起甲每一暗暝啊，拢切欠乌啊、咖饼甲肉来讨以利亚先知食，因为这位先知为上帝来做工，来战胜怀假先知、怀偶像战胜伊，但是怀歹人要来杀害。上帝叫伊暂且灭咧一个所在，上帝供给伊每一日的需要。咱的需要，咱每一日的需要，上帝也是会知影。啊，伊按时来供给。我一摆是出来为上帝做工，头一个经验就是经历到上帝按时的供给。新学院毕业派学生去实习，去倒落做工，但是迄个时阵地下空空，因为伫咧做工、学习也无出来工作的时阵，你到的迄个所在，就需要大家需要生活，路顶就需要食甲迄搭生活，无供给。当你咧想安尼的时阵，咧担心的时阵，散伙了，要出去，有即位兄弟甲我洗手，无人啊，你面仔要行啦吼 ，OK， 啊，愿上帝甲你同在啊！咧洗手的时阵，我感觉伊手中哦有放什么物件呢？断断的，离开了后看卖，正正是我所需要的生活顶面。甲搭车顶面所欠用的，上帝袂误时，袂误事，上帝不误时，也不误事。感谢主的恩典，上帝知影咱的需要就供给咱。所以最后呢，主耶稣讲啊，伊说：咱既然为着这些物质的来忧愁、来挂虑的时阵啊。但是上帝互咱一个选择，伊讲你着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这些物件拢要加互你咯。这是主耶稣讲的，恁着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这些物件就要互你。什么是伊的国甲伊的义呢？伊的国甲伊的义就是天国内面上帝是一国一王，伊有权柄伊是咱的主坐遐做王，咱是天国的子民。咱既然是天国的子民，咱就毋免惊。需求伊的国教，伊的义，伊的义是做这个天国的子民，应该伫这个新的生命当中伫生活行为顶面所做出合乎神的心意，合乎神的旨意，要追求上帝的国教、上帝的义，咱就免惊。这属灵的代志放伫第一。真侪人说袂要紧啊，等我老的时阵，我才信主咯，可能袂赴咯。我捌拄着这种代志，伊伫最后的一气当中才接受主。换当迄气若无赶紧，若袂赴呢，伊就无听到福音咯。所以有的人，咱去因兜甲传福音。伊是等我老了才信啊！即阵我少年吧，等我享受了人间的一切的享受，我才来信主耶稣。但是你将在重要放伫路尾可能已经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所以咱就先求伊的国教，伊的义，这些物件咱就免烦恼。上帝会供给互咱，这是主耶稣互咱的信息。所以伫这个生活顶面呢，咱应该要看什么最最重要的。
寻求伊的国教、伊的义，就将上帝的代志放伫第一。那么基础的上帝会按照咱的需要来帮助咱，来供给咱，咱就免烦恼了，咱就免忧愁了。因为忧愁是无信心，因为忧愁会影响咱的精神，咱的健康。上帝愿意祝福咱每一位。咱既然读了、听了上帝下跩宝贵的话语，你也阁为着生活、为着食、啉、穿来忧虑吗？对，现在这2年来面生活受到影响，生理也受到影响，为健康受到影响。但是，咱将咱这一切交托给神，借着祈祷祈求甲感谢，将咱的所要跟上帝讲，上帝使咱出人意外的平安，要伫咱保守咱的心怀意念。各位兄弟姊妹，你的信心怎样呢？是毋是忧愁呢？还是用信心来倚靠上帝，继续行全面天国的道路呢？咱三个额头祈祷。亲爱的主啊，多谢你借着今仔日的信息来加添阮的信心。求主赦免阮过去的日子有真侪代志，来表现阮对上帝的信心无够强。阮常常忧愁，拄着代志问题的时阵，阮就失志，就丧志，阮就忧愁，阮就挂虑，阮就将跩代志摕来烦恼。求上帝赦免阮，饶恕阮的跩软弱。求你的圣灵带领带领来帮助阮，互阮伫困难当中仍然有信心，互阮伫悲痛当中仍然有喜乐，互阮知影上帝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伫你遐有信实、有公义、有慈爱。你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上帝，你知影阮每一日的需要，你知影阮肉体的需要，你知影阮心内的重担甲烦恼。求上帝你帮助阮，圣灵赐托阮力量，帮助阮来行全面的道路。叫你的名借着阮来荣耀你，伫这个世上做光做盐。感谢上帝，阮安尼交托祈祷。奉耶稣的圣名求，阿门。